다들인데,但你们개발도 차대어로 더디 今 망 天呢是马尔夏季课程的第8堂课。那么，首先要问候透过网络观看的这个上师、祖古、善知识、僧众们，还有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友们，大家好。那么，本来在2天前是有一堂课，但因为这个有一些疲劳，是感觉快要感冒了。那本来也觉得今天可能没有办法上课，但早上起来之后呢，发现还好，没问题，所以今天就继续上课。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介绍，会说阿难尊者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就是阿难尊者还有他和女性之间的当时的一些关联性哦。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第一个部分是阿难尊者他协助这个女性的出家，第二个就是帮助女性呢消除很多的困难。那第三个这里就是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再继续探讨一下阿难尊者和女性当时的一些因缘。所以在这里面呢，首先谈到就是他支持女性出家这个部分。那因为阿难尊者呢，他是天生具有很大的慈悲心，然后尤其对于四众的弟子的这个福祉都特别的关心，而且他不只是对于这个比丘还有优婆塞，就是居士男众，同时呢，他也对于这个女性，就是比丘尼还有优婆夷呢，也是特别的关心的。那么，所以阿难尊者和女性这部分，首先第一个要探讨就是他支持女性出家这个部分。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没有阿难尊者的话，佛陀呢可能就只会有3种弟子，就不是4众弟子，而是3众弟子了。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根据律藏里面的一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阿难尊者，他就是促成这个建立比丘尼僧团的，可以说是一个推手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在这里呢，我首先引用一部经典的内容。那这个是据传是在中国这个东汉时期翻译的一个大方便佛报恩经。那这个译者呢是已经失忆了。但这部经典呢
有翻译成藏文。那这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当里面就提到说，就是佛陀解释到说，这个女众呢能够令诸女人得入佛法是阿难的原因的。所以他就对焦檀弥说：未来末世呢，若有比丘尼及一切诸善女人，常当至心的念阿难的恩德，然后要称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令不断绝。如果能够这样做到，是非常的好。然后若不能，常昼夜60令心不忘等等。那当时呢，这个焦檀弥还有所有的比丘尼，还有一些的善女人，听完之后也说了：我等应当至心归命阿难大师。若有女人欲求安稳、吉祥果报，常当于2月8日、8月8日着净洁衣，至心受持这个8戒斋法，昼夜60呢，见大净经。那接着经典就说，阿难呢，即以大威神力应身护助，如愿即得。那这部经典是属于哪一乘法的呢？是属于大乘的经典。那为什么这里要加以引用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面提到了和女性尤其和比丘尼，就是女性出家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加以引用。而且我们的这个春季的尼众的辩经以前是冬季现在变成了春季。我们有开始一个要念诵这个尼众的这个佛心事业兴盛的这样的一个念诵一个法会，我们开始了这样一个传统。然后同时呢，当时我们有准备有一个唐卡，有画了一个唐卡，以观音菩萨为主，但下面呢也有画上阿难尊者。那最主要依据唐卡绘画的依据，就是这里提到说《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所说的，阿难尊者就是佛陀有这么提到说，要向阿难做这个供养，而且当时的焦檀弥就是这个大施主或者大爱道比丘尼。当时也这样子的发心，说要这样子的昼夜精进的去供养阿难等等。另外还有一个由龙树菩萨所撰写的一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一个仪轨，被收录在丹珠尔当中。这里面就提到说，要做一个观想，是得到这个成就加持的时候，是我不记得很清楚，是要观想这观音菩萨化身成为阿难呢，还是从观音菩萨心中变现出一个阿难呢？总之，要得到这个加持成就，就是要从阿难得到加持成就。所以，总之讲到刚刚是说，在我们尼众春季的忏摩比丘尼辩经活动上，当时呢
就准备这样子的一个唐卡。但最比较这个不好就是没准备好，就是说今天本来应该要有那样一个唐卡投影啊，但没有准备，就没有找到那个唐卡。所以接着继续讲到说这个阿难支持女性出家的一些内容。那么就像之前课程中有提到过的，那佛陀在他成佛之后，那么在他5、6年之后呢，他就回到了杰比罗，就是扎毗罗卫城，他的家乡。所以当时呢，就越来越多的释迦族的这些子弟，或者说贵族们，就陆陆续续的就在同样是释迦族的这个佛陀的座下出家。同时呢，这些贵族子弟他们的妻子、姐妹，还有他们的像是女儿，也都开始想要在佛陀的这个座下呢出家学习。所以他们有一次呢，就找到机会跟佛陀做这样的一个请求，能够出家。那么依据上座部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呢去做这个请求的呢？这是当时佛陀有2次，就是到了这个杰比罗城，就是迦毗罗卫城。第一次回去的时候，这个净饭王他还在世，就他的父亲呢还在世。但是第2次佛陀回去的时候，这时候净饭王已经过世了。那么，所以女众请求出家呢，依据上座部的说法，就是在这佛陀第2次前往杰比罗城的时候去做的请求。所以总之呢，这个请求的地点是在杰比罗城，同时在这个多根树园。那么这个多根树园也是净饭王他建立之后供养给佛陀的。所以这是依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里面就有提到说，那么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杰比罗城多根树园。那么有一个叫大世主，也叫做大爱道哦。大世主他是净饭王的2个这个夫人之一哦，这是大世主。那另外一个夫人就是佛陀的母亲哦，摩耶夫人。所以总之当时呢，这个大世主还有500个释迦族的女性呢，就前往这个觐见佛陀，然后礼拜佛陀的这个双足之后，然后佛陀也为他们讲说了佛法，然后接着这时候这个大世主哦，就是叫做大爱道，他就说了，他就说佛陀世尊啊，如果有女人在佛法中出家，尽缘成毕除尼，然后兼修梵行，那么得第4沙门果。차상으로 토바예비나 아니 봄에 주럽도 총주로 치스
哎，那给了嘛，那么都就了去。就说能不能够得这样四沙门果？那佛陀就说是可以，可以得四沙门果的。那么，总之，这个大施主就说，如果能够这样得四沙门果的话，那么请让我们女性能够出家成为比丘尼。但当时佛陀的听完之后回答说：“大施主啊，你还是穿着在家的白衣，然后修诸梵行哦，然后圆满清净无染的这样去做修持。那么这样子，你就能够获得长夜的这种安稳、利益跟快乐。换句话说，就是佛陀就说：大施主啊，你们呢就还是穿着白衣，然后修梵行，这样子就能够得到快乐。所以三请之后，总之就是请求三次哦，三请之后，佛皆不许，就是佛陀都没有允许。但是呢，这时候佛陀的每次回答都是一样，就是说汝应在家着白衣服，修诸梵行，纯一圆满，清净无染，等等等等。所以总之这样子请了三次，佛陀回答也都一样的三次，都不允许他们出家。所以这是第一次的请求哦的因缘。那么之后呢，佛陀就离开了杰比罗城，就到了一个叫范尾聚落这个地方。那这时候大施主他也听到了，那么他就带着当时曾经一起跟这个佛陀请求能够出家的这个释迦族的女性呢，首先他们先就是可以说就是为了表明这个下定决心要出家，所以他们先怎么做呢？见佛陀前，他们就先剃除这个须发，就把头发先剃了。就印度当时的传统来说，哇，女性要把头发剃掉的话，这可是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情。除非一些特殊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这样子剃头的。然后，同时呢，也穿上了赤色的僧伽之衣哦，就是穿上了这个赤色的这个僧服。僧伽之衣就是可以说是九衣，然后就跟随着佛陀了去找这个佛陀。然后这时候刚好佛陀他就走到了一个叫相思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时候大施主他们一路的长途跋涉也跟着走之。总之，大概他们这500侍女跟大施主他们年纪大概也不轻了，而且路途也是比较遥远，所以一路走来呢，也是可以说这里形容叫疲极又尘土蒙身，就是非常非常的疲劳，而且是可以说灰头土脸的这个样子。然后总之，终于见到了佛陀，然后也礼拜，然后佛陀也为他们开示示教利喜。这时候大施主他听闻佛法结束之后，他又站起来，又请佛，又跟佛陀说，请求让我们在这个佛陀的善法律中出家，然后成比丘尼。但这时候佛陀还是跟他说，这个大施主啊，因为这时候佛陀已经看到他们都剃了头了，穿了这样子的僧服了，所以他们就说，大施主，宜应呢剃发着慢条衣，就是着慢衣，然后乃至进行兼修梵行等等等等，你这样就能够得到快乐。所以总之呢，就是说你就可以穿着僧服这个样子，也可以剃头
着曼衣。但是这样请求3次之后呢，也是佛界不许哦。那这里有一段说，佛陀的回答说是你就继续以因剃发着曼条衣这一段话呢，其实在藏文的这个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当中并没有这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是就中文的这个律典里面有这句话，所以这里藏文把它翻译补上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要讲的，就是说当时的女众们她们是怎么样请求出家的过程，这是第一个部分。那接着是阿难如何去请求佛陀让女性能够出家。所以总之呢，这样子请求了可以说6次之后哦，总之佛陀都不允许。然后总之经典里面就接着说到这个，就是这个大施主他就在门外涕泪而立哦，这是非常难过的站在门外哭着。那这时候呢，阿难陀就见到了，就问这个乔达米，就是大施主，就问说：“您是什么原因在这里站在这里哭泣呢？”那这时候大施主就跟阿难尊者说：“我们女众请求佛陀让我们出家，但是不许我们出家做比丘尼，所以我哭了。”这时候阿难就跟这个大施主说：“乔达米啊，就大施主乔达米，你先在这里等一下，你不用担心，我会去帮你请示这个如来，就是佛陀的。”然后同样的阿难就到了这个世尊那边去，佛陀那边，然后也是顶礼，然后站在一旁。那这里他先问了佛陀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问题就是说，阿难问到说：“世尊啊，如果女性能够在佛的善说法律中，就是律中啊，能够出家，进圆成比丘尼，兼修梵行，能不能够证得第4沙门果位？”佛陀说：“可以的。”这个白话意思就是说，如果女性修持精进，也是能够得到这样子一个第4沙门的果位的。那这时候阿难听到就马上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若如是者，那希望能够让女性能够出家。”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问答，因为如果说女众在出家之后，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沙门果位的话，第4沙门果位的话，那也没有特别的意义了。所以阿难在这里跟佛陀这一段问答是很有意义的。所以阿难当时也抓到了佛陀这个回答之后呢，就抓到机会，就说那这样就请求让女众出家。但是这一段问答呢，其实在藏文当中，就是在藏文的这个说一切有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里面呢，并没有，就阿难去见佛陀之后，首先并没有这段问答，但中文当中是有的。但同样在上座部的这个典籍当中也有这一段问答，所以我这里就加上来跟各位说一下。那所以阿难这样请求完之后，佛陀怎么说的呢？佛陀说：“阿难啊，请你呢不要
在这里说请求让女性出家，受比丘尼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让女性出家的话，佛法不久住。那在这个律典里面，接着这里面佛陀用3个比喻来做了来说明。那第一个比喻呢，是说这里说，譬如呢，一个人家里面呢，如果男生很多，男少女多的话，那在印度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说，如果这个男性少，一个家里面男性少的话，那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当时可能各种的恶贼，这里想要说恶贼，小偷强盗到家里面来的话，就容易有这样的危险。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比喻。所以接着佛陀说，女人出家破坏这个正法，亦复如是。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他形容说，佛陀比喻说，就好像是这个田家的苗架它成熟了，但是突然被这个风雨霜暴损坏了。接着第3个，阿难陀说，佛陀就对阿难陀说就像甘蔗田成熟的时候，结果被遭到了这种叫赤节病就是赤腐病，就是一种感染到了这种传染病细菌感染。那这时候这些甘蔗都是不能吃的了，就全部都损坏了。所以透过这3个比喻，就说如果听女人出家呢，损坏正法，不得久住速当灭尽等等等等，有这样的一个比喻跟当时佛陀做的一个解释。当然呢，空度三个给别的家呢，后面所以这里佛陀透过了比喻来说明，那么对于阿难请求让女性出家这件事情对于僧团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接着讲完之后，佛陀就说了，用比喻的方式就说出了应该如果女众要出家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修持8净法。他也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说的。所以佛陀呢，他也不是没有原因而知8净法的，而是有原因的，而且用比喻来解说的。所以同样也是在这个毗奈耶杂事它里面提到的。那在这里我投影出来的藏文，我并不是直接从毗奈耶杂事里面的藏文原文贴过来，而是我参考了中文的毗奈耶杂事，做了一些修改，翻译之后的修改藏文的部分所以总之当时可以说，如果让女性在佛教僧团里面出家，那对于整个僧团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佛陀当时就制定这个8尊净法，
然后要女众，如果你们要出家的话，要进行受，不得违越。他就做了一个比喻，就像是种田的人，那么在夏末秋初，就需要先在田中做好这个河渠道，水流的这个渠道，然后要修这个就是夏末秋初这个河流的这个地方，你要先在田中修好这个堤眼，然后不让这个水呢到处的乱流出去，而能够很好的灌溉这个田苗，让整个田地里面都充满了是这样子的水，能够灌溉这个田苗。所以佛陀就用这样一个比喻，所以用这样子的用这个可以说这个防水堤眼堤或者导水的这个堤来比喻这个八敬法。所以如果女众呢，如果在进行受，就是一生当中能够不违越的领受修持这八尊敬法的话，那么就可以出家为比丘尼这样子。那么这八敬法是哪8个呢？同样在这个毗奈耶杂事里面就继续佛陀就说到了。也就是说，可以说有8个这个戒条，8个戒。龙天这拿了嘛，送下交的这个基本几的嘛过去，他的呢的嘛老毛些是吧？他的老那样个加什么不多，你就去给那唐本的西巴的些，第一节了。那所以这里就投影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是前4个，然后后面现在是第2章又有后面4个这个4条。第一节了，那阿巴的给包括这些，大概那第哪了呀？龙天这呢也得不的，这基本是得过小了，他得的。大几档个地嘛，团大路去把路段路区别呢，它基于缺个啥的，看这里面的路段路区别呢。那么简单的我就不照着念啊，但简单的来说一下这8条。那这8敬法的顺序，在不同的这个戒本当中，顺序有一些不同。那这是按照根本说一切根有律里面的顺序。那么首先第一个，那么就是僧众有这个半月的这个要请求从比丘请求教授，这是第一个敬法。再来第2个敬法是没有比丘的地方不得做结下安居。举例来说譬如说某一个地方有尼众的寺院，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之下不可以做结下安居，而是说这个寺院的周围如果没有比丘的话，是不得做结下安居的，不是说寺院里没有。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如果这个范围内尼众寺院的周围的比丘，他们自己也没有很好的做这个出家的3事，就他们的戒律这3事上也没有做得很好的话，那也不需要特别请求他们尼众自己比丘尼自己也可以做安居的。
然后再一个呢是要字字，就是我们在解下的时候啊，叫字字。解下的时候必须是二众，就是比丘跟比丘尼都有的时候，然后这时候才可以做解下，这是再一点。那这是都是刚刚第3点里面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比丘尼如果要出家的话，受净缘戒出家要跟随比丘出家。再来第5个，对不起，刚是第4，这是第5个。如果是一个比丘尼，他已经是年纪很大了，但是对于新进的这个比丘，他也还是要礼敬的。在第6个，就是说，比丘尼呢是不可以去责骂这个比丘的。在第7个呢是比丘尼呢不可以去责问或者说诘问这个比丘的，比如说他们所有的过失等等是不可以责问跟诘问的。那再来一个呢是如果有犯戒的话，那么有犯堕罪的话，那必须是在二众中，然后来做忏悔。就第8个。所以当时呢，佛陀这样子介绍完之后，那他就说，如果这个大施主他们能够，佛陀就说大施主能够奉持这样的8敬法的话，他们就可以出家成比丘尼。这时候阿难听完呢，也就很高兴，因为之前佛陀都不答应嘛，现在就说了一个条件，如果能够修持8敬法的话，就可以出家。所以他听完很高兴，就马上就去见这个大施主，就跟大施主说，佛世尊呢已经允许女人在这个佛所说的善法律中出家成比丘尼。但是呢，阿难也解说，继续说到说，但是呢，佛陀也制定了这个8敬法，为了让这个僧团能够很和谐，能够很好，所以你们应该要尽行受的去好好的受持这个8尊敬法。那么接着阿难尊者就介绍了这8尊敬法是什么。那听完之后呢，大施主也非常的欢喜，他就对阿难说：“我们这个进行受呢，我们都会修学这个8敬法的。而且当时大施主也做了一个比喻，它就像是当时的贵族女性啊，如果有人以这种叫占卜家、瘟疫罗等等这样子的一种花，总之呢各种变成花蔓，给这个女性的话呢，女生只要见到有这个花蔓啊，这些装饰都很高兴的戴到头上是一样的。所以大施主就说呢，佛陀
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八敬法，对我们来说，就像是这个花蔓是一样，我们会顶戴在头顶上的，我们会以身语意，然后去好好领受这个八尊敬法的。所以当时呢，受了这样八敬法之后，大施主就跟500的释迦女性呢，就出家成比丘尼了。然后在大爱道比丘尼经当中呢，是提到是首先是大爱道，就是大施主，他先提到他次第的三皈五戒，然后慢慢的沙弥尼，然后慢慢才到这个比丘尼戒哦，就跟这里藏传里面所说的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总之呢，大施主当时就是4众弟子当中的第一位比丘尼。再来之后有一段，这个乌波离尊者就问佛陀了，他就说：好，大施主是这样子接受了八敬法，然后出家成为比丘尼，那其他的这些女性，她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样出家呢？佛陀就说：其他的女性也是要这个样子，次第的受出家戒，也就是先从就是次第的逐步的，他们要接受三皈五戒，然后慢慢沙弥尼，然后慢慢到比丘尼戒，是这个样子。其实之前我们这一次课程前几堂课有说过了，这个八敬法呢，在分别说部跟说一切有部当中，会认为是由释迦牟尼佛制定的，而且会认为八敬法呢，它就是女众可以说出家的一个根本的法。但是在这个大众部的这个摩诃僧祇律，虽然呢也认为比丘尼是应该对比丘有这样子的尊敬，这样尊敬法，但是不认为这个八敬法呢是比丘尼众的根本法。还有就是近代的这个著名的法师，就是应顺法师，他呢对于八敬法也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认为说，这个八敬法应该不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制定的，因为呢，通常佛陀制戒呢都是会有原因的，我们叫随缘制、成制随犯制戒，都是它有一些制戒的因缘的。但是呢，八敬法呢，它是没有特别的这种，比如说随缘成制、随犯制戒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并不符合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它的来源还是很早，的确在追溯到佛陀那个时代就有提到这样的八敬法的。而且应顺法师也认为说，在佛陀那个时代，也因为允许比丘尼出家也造成了这个大迦叶还有阿难之间的一些争论。所以总之他认为八敬法有可能是由于那些很保守的上座比丘，因为反对女性出家，所以提出的这样子的一种法，这个八敬法。大体节里啊，我就开始听过多少呢？那接下来这里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认识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在制定八敬法那个时候的整个时空背景是什么？总之，我们看到佛陀，他一方面他允许这个女性出家，但是他一方面也必须要考虑到当时印度社会的一些情况，也避免会造成僧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非常严厉的这样子制定了这样的八敬法。
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就是皮奈耶杂事当中就有提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同样在这里我藏文投影出来的这个皮奈耶杂事里面的内容，也是我依照了这个中文的皮奈耶杂事的内容呢，做了一些修订的、增减的。所以同样呢，这里是大施主还有500侍女啊，他们接受了这个八尊戒印法，然后佛陀也准许他们出家，成为比丘尼。然后接着之后呢，那么他们又辗转的又传授更多人出家成为比丘尼哦，所以当时的尼众就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后来呢，有一次，有一位这个上座的这个比丘尼，有几位吧，他们就来找这个大施主，就跟大施主说，我们呢出家已经很久，就上座就是已经算是出家很久的比丘尼，他们就说我们出家很久了，但是现在还有很多那些才刚刚出家的年少的比丘，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就依照这个戒腊的大小，然后互相的恭敬？所以就是按照戒腊来分，比如说，如果是这个比丘尼戒腊比较高的话，比丘新出家的戒腊比较低的，也要向这个比丘尼戒腊比较高的来顶礼等等。听完之后呢，这个大施主他也没有马上的说可以或不可以。因为呢，佛陀在八敬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里面就有一条，就是说，就算是年轻的比丘，这个比丘尼长老比丘尼也必须对新进的年轻比丘礼拜嘛。所以大施主也没有马上的说好或不好，他就说诸妹啊，当时这样称呼我，就妹妹们，那么你们先等一下，我会去请示这个阿难。那这时候阿难听闻大施主这样子说了整个前因后果之后，他也说：“这个大施主，请您等一下，我会去跟佛陀说。”那么接着呢，这个阿难呢就到了佛那边，然后也是顶礼佛陀之后，站在了旁边，他就说：“这个世尊啊，佛陀，这个有许多这个长老比丘尼哦，已经出家很久了。那么那些有年轻的、刚刚出家的这些比丘，他们刚刚出家没有很久，那是不是可以就互相依照这个戒腊的这个大小，然后来相互恭敬，这样是可以的吗？”那佛陀当时怎么说呢？佛陀是直接说：“阿难，你别说这个事啊，为什么呢？”那佛陀就说：“若其女人不于善法律中而出家者，诸有信心长者婆罗门等，见诸比丘咸吃美食，共相给施，己施而令无匮乏。接着，复有信心长者婆罗门等，以心净白蝶敷在阶渠，作如是语：愿人沙门到此蝶上，令我长夜或大利益，常得安乐。”接着他就说又说阿难多，复有信心长者婆罗门等，以法布地等作如是语：愿人沙门阻导我法，令我长夜或大利益，常得安乐等等。然后也说到说
所以总之这一段就是在说，当时的你可以看到呢，那时候婆罗门啊长者，就是那些施主、婆罗门施主，他们是对于这个僧团是很有信心的，而对于女性是比较轻视的。所以如果呢让女性在僧团中出家的话，那他们是不会有恭敬之心的。这那三个目的说的。所以接着呢，佛陀又说了，他说：若其女人不出家的话呢，我之教若其女人于我所说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诸弟子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巨大光明，不能应蔽，况于死尸外道之类。接着复次阿难陀，若其女人不出家者，我之教法满1000年，具足清净无诸染污，由出家故减500年。在这里会看到呢，当时的印度社会，总之，佛陀是因为当时印度社会的一些情况是非常男尊女卑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但佛陀他允许女众再进入了僧团，而僧团呢是所有当时大家恭敬礼敬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这时候女众进入到了这样的僧团，那当时印度社会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总之，让女性出家这件事，的确对于僧团当时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危机的。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之教法满1000年，然后因为让女性出家，故减500年。”我觉得这倒不是一定是数字上怎么样，而是我觉得它更象征性的说出了佛陀当时或者整个印度社会因为女性出家而对于僧团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了，影响是有多大？他用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造成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是这样子。所以是故阿难陀，我令100岁净圆比丘尼，就是100岁的，就算是100岁的比丘尼，也应该去礼敬这个年轻新晋的比丘，这样子。所以原因是很清楚，当时的印度的社会，一个就是女性呢是不受这个尊敬的，但是佛陀让女性出家，所以对于当时整个僧团的确是一个危机。所以这时候，如果女众出家的比丘尼又不尊重僧团里面的这个比丘的话，那可能又更不好了。可能首先已经是大家觉得不应该让女性出家，你已经让她出家了。好，出家之后，既然还不恭敬这个僧团中的比丘，所以整个社会是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这其实说回来，最后造成的影响不只是这个比丘，这对于比丘尼的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整个僧团可能都不被社会接受，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因为当时你可以想象，僧众们他们不就是在寺院里面，他们是要去城里面、村里面，是要去每天去托钵去乞食的。所以如果社会大众不接受这样一个团体的话，他们根本都不给吃的，不会去这个供养的。所以可以知道，佛陀他也就必须要想出一个方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能够保护到整体的僧团，同时也能够利益到当时
这个女众的羞耻。所以我想大概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哦，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八禁法。大概暂时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休息半小时再继续。다 등기디 세상디 우고바 톱스 세상 나발링기 소리야. 我刚刚拿到了这个唐卡，就是春季参谋比丘尼的这个唐卡，就是这一幅，就是我们在春季参谋比丘尼这个辩经活动会修这个法的时候，那么这种法会的时候会挂这样一幅唐卡。那中间这个就是有画观音菩萨，然后在旁边这是阿难尊者，这是由这个达瓦老师他所绘制的。但整个仪轨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写完。那么这是祈求这个尼众的这个教法能够兴盛的这样一个法会，在春季比丘尼辩经活动上，我们一天会修持哦。那么希望我尽快能够写好，在下一次的尼众辩经春季参谋比丘尼辩经的时候，能够给予大家来做念诵。那么前一堂课我们谈到了这个八禁法当时制这样的一个规矩的这样子的当时印度社会的背景是怎么样的。首先呢，我们看到说古印度就像去年的课程里面，那么古印度有分几个阶段，最早是吠陀时期。那么首先在吠陀时代呢，那么女性跟男性的地位是相当的，像是在当时的离句的赞歌当中，就有很多这个女性的作者。还有呢，接着是在吠陀里面有离句吠陀时代哦，大概是西元前1500年到1000年。那个时候呢，大致上也是一夫一妻制的。然后慢慢的，再到了这个叶柔吠陀的时代，那它是在这个西元前1000到500年，公元前1000到500年间，那么这时候这个女性的地位就开始下降了。譬如说，当时出现了一些文字语言说，女子为不信，就是不相信的、不值得信赖的，女子为不信。再来，女子为污浊、污秽的、污浊的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语言形容出现。但是呢，在那个时代，女性呢还是可以跟丈夫一起，或者说他们单独也可以主持这种婆罗门当时的祭祀的仪式的这种礼仪的是可以举行的。接着呢就到了经书时代，是在这个西元前500到250年，大概是这样一段期间啊。在这个时候，印度到了这个时期呢，这时候女性的地位是更加的这个低落的。在当时的一部经书有一个叫法经，这时候法经中提到说，女性呢她是附属的，她是附属于这个男性的。他说女性附属于男子。譬如说
然后接着说幼从父，就他从年幼的时候是附属于父亲，然后嫁从夫，嫁的时候是从丈夫的，老呢是从子的，老的时候是附属于孩子的，是不适于独立的，有这样的法经上的形容。同时在当时呢，公认的是已经有这种一夫多妻制了。譬如说当时的婆罗门呢，可以有3个妻子，刹帝利呢可以有2个妻子，然后但吠舍跟首陀罗呢是只有1个妻子。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印度种姓的这种地位越高，反而是妇人的权利就变得越来越低，更低。所以从我们佛教的经典当中来看，从佛陀在世当时的一些记载，就可以大概清楚知道佛陀时代女性的一些生活情况。譬如说当时呢，有一个叫迦兰陀子，叫须提那，他呢出家成为比丘之后，他有一个前妻但是他和前妻是没有孩子的。那这个须提那呢，他虽然出家了，但是他的母亲还是想，哎呀，我们家是没有没有人能够传宗接代了。那律典里面就记载，他是说家财呢是可能落入到这个官家的，就是这个家里呢财富是要充公的。所以这时候母亲是为了这个传宗接代，所以总之就想尽办法劝说这个儿子，就说要回家。那如果你不回家，然后我们这些钱财就都没了。所以就想尽办法让儿子回家和这个媳妇发生关系，然后就说这是不会违反戒律的，没问题的。但总之呢，这佛陀在成道13年之后，就因为他这个须提那就制定了比丘不得犯不净行的这个戒律，在那时候制定的。但从这一段这个制戒的因缘，就可以看得出当时印度社会的一些风俗跟传统，就是如果家中没有男性的时候，这个财产是都要充公的。所以我们这个4波罗夷罪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不净行也都是制戒的因缘，就是跟这个有关。再来呢，还有这个比丘尼僧团当中呢，也这个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其中有一位比丘尼，她出家了，比丘尼了，但是比丘尼但也怀孕了，等等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是当时呢，这个故事发生就是在一个比丘尼叫密户，也叫做吉多，这个密户在她没有出家之前那么总发生在她身上。但总之她在出家之前呢，她的丈夫就是叫做密户，她的丈夫呢这个死了之后，他们也没有孩子，所以结果呢，他们的所有的家产就要充公，所以最后就变得非常的贫困。但后来呢，她当时丈夫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位就是大臣乌陀夷，所以后来就在这个乌陀夷，就是后来成为6群比丘之一的那个乌陀夷，但当时也是她丈夫的朋友，在协助之下，总之这个比丘尼密户她未出家之前，那就得到了恢复，他们家里情况就变得比较好。所以这段公案就有提到说，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所以其实古印度当时各大教派其实都没有女人这个出家修行的先例。比如说婆罗门教里面，不只是佛教，各大教派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甚至呢，还有一些外道会认为说，他们说这个女性是会将他们完全排除于救赎的可能性之外。反正这是当时各种的原因之下，所以一是我们看到从印度当时的这个社会的情况，男尊女卑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很强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让女性出家，对于僧团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二方面来说，是考虑到佛教内部自己学习跟修持，就是说佛教里面是对于这个两性的这种爱欲是非常绝对禁止的。所以如果僧团中让女性出家了，那么这男女二众要如何相处、亲近相处的问题就非常的重要。譬如说僧团当中，再来就是还有僧团当中要过着托钵乞食这样的生活，还有就是要游行的这种生活。那在路上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也是路途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女众出家的话，因为女众的体质、生理的当时的女众生理的特点等等一些情况，还有印度社会的安全的状况，要如何避免在女众出家之后要过这样的游行生活的困扰跟危险，这都是要考虑的。还有，当时僧团的教育工作都是男众负责、长老负责，如果女众出家，那要如何去这个解决他们的这种教育的问题？所以佛陀当时是做了很深刻的一些思考，才制定了八敬法。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公案呢，我们不用也是出自律典，就是说，别说女众要出家很困难了，就连女性要听法求法都是很困难的。这是在四分律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记载，也就是佛陀有一次回到了这个杰比罗城，当时呢，这个就在这个净饭王给他的这个多根树园里面。那么，如果依照之前说的2次他回加比罗城的话，这应该是第1次吧？就是因为当时净饭王这段记载，净饭王还在，所以当时净饭王呢，就和很多的这个释迦的贵族子弟们就来听法，然后来见佛陀来听法，而且很多次的来见这个佛陀。当时呢，其中有一位来听法的这个释迦的一个释迦族的一个子弟，就叫做大明，也叫做摩诃南。那他听完法之后，这个大明听完法之后回到家里就很赞叹，就说啊，殊胜的佛陀，殊胜的法，殊胜的僧伽。哇，今天呢，佛陀来到这里，我能够见到佛陀，那我今生是无悔啊，我真是太有福报了。那他的妻子听到就说：“哎，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的？你怎么了？你怎么的这么开心啊？”这个大明就说：“我因为这个佛陀来到了杰比罗城，然后正在为这个成百上千的弟子们说法。而且呢，真的很有福报哦，因为这么多人听闻佛法，甚至连这个成千上百的这些虫蚁哦，这些昆虫哦，他们也都得到了这个了悟跟解脱这样子。那这个妻子听了就说啊，佛陀来到这里只是你们得到利益而已，我们是没办法的。我们女性是为了你们的，对于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可言的。这时候大明听了，他就说：“啊，你别这么说，佛陀呢是对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大慈悲心的。所以过去呢，大概没有这个女性不会去听法的。所以总之当时会有这样一段对话，所以当时你可以看到大明就对他的太太就说：不会的，佛陀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对谁都很有慈悲心的，你就到佛陀那边去听闻佛法。太太听了也就说：这个
我是想去啊，但是听法的这个人里面有净饭王，然后还有那么多的这些世家的贵族哦，这些男性在那里，那我去听法的话，就是我会很不好意思的。这时候这个大明啊，他先生就想，那这样子我应该要去跟净饭王这个报告一声，但一想这样好像也不太对，为了自己的太太去求情，好像也说不太过去，他也不敢这么做。这时候他就想到，这个净饭王呢，他很尊敬他的这个其中一个夫人，就是大施主，就是大爱道哦，就对大施主。所以如果我去跟大施主说的话，可能这个净饭王会听进去的。所以呢，他就去跟大施主报告了整个的情况。这大施主听了之后，他也说没问题，我会去跟净饭王说。接着大明也回到家中，他就把这件事情就跟他的太太说了，而且也跟了这个释家族很多其他的女性都说了这件事。他们就一起就跟他们说，我们一起去可以去跟佛陀请法去听法。所以呢，他们就总之聚在一起之后，就首先去见这个大施主，因为他们也要跟大施主请求嘛，所以就跟大施主请求说，我们呢听说佛陀在为很多人说法，我们也很想去听。这样子，如果呢国王他是早上去听法，那我们就下午去，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他们就跟大施主说，因为国王在的话，因为国王身边就有很多的其他这些释家族的男性在那里嘛，他们大概也觉得不方便，所以他们就跟大施主说，那这样我们就下午去。这个大施主听完之后，也就说，各位这个姐妹们、妹妹们，你们这样的发心是很好的，但是也是等一下我去跟这个国王请求。这个净饭王呢，特别的尊敬大施主，只要大施主一说话，这个净饭王是站着听的。等大施主说完了，然后他自己还没回答完之前，他都不会坐下来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总之呢，大施主就去见了这个净饭王。他怎么说呢？他首先说：“这个国王啊，我听说呢，佛陀在为很多人说法。那我们释家族的这些女性们也都想要去这个听法。然后如果说您早上去，那我就想下午带释家族的女子们去听法。那为什么呢？因为早上呢，他们还有很多家务事要忙，没有办法去听，所以我们下午去，这样可以吗？”所以就像之前说，平时净饭王都是站着听这个大施主说话嘛，没回答之前都不会坐下，所以听完之后呢，这个国王就点点头，就说：“哦，没问题，这个依照您说的这样去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时候得到国王的允许了，所以大施主呢就带着这个500名的释家族的女子呢，就去这个多根树园觐见佛陀。所以从这一段这个公案故事哦，也大概可以窥知到这个当时女性的这些的一些情况，就是当时女性要连听法都非常困难的一些情况。어따들이 제다 개버 세상이야 기구 담여기 년생 표가 당 아니 개버 세상에 개가 숨어든 시 제셔스 所以总之呢，这个后来大施主得到了国王的同意之后，就带着这个500名的释家族这个女子，就到这个多根树园去见佛陀。所以从这样一段故事，
就看得出，别说女性要出家了，就连要去听法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都是需要这个有一些担心跟害怕的。所以总之呢，佛陀是认为任何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可以修持佛法，然后也为了女众，也认为说女众可以出家受比丘尼戒，这样子的一种做法，或者说可以说轰动当时印度社会在各大宗教和宗派之间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吧，是一件大事。但你说现在了，到了21世纪了，印度在种姓这种贫富贵贱、种姓制度上，还有在男尊女卑的这种意识形态上，还是这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虽然有的人说，因为这样的思想已经存在于这个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印度人的这种血液当中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更可以看到，佛陀真的是太慈悲了，而且是一个心胸非常宽阔的一个人。而且这也让我想到经典中常常形容佛陀，形容他一个词叫做他是调御丈夫。我觉得他在调御，他在治理什么呢？就是他能够调御跟治理那些不良风俗，这是对于他这样一种调御治理不良风俗这种功德的一种赞叹，所以叫调御丈夫。那么接着这一段，我想说的就是佛陀他之所以没有轻易答应女众这个出家的一些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最终佛陀是答应女性出家了，而且为他们传授比丘尼戒。然而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轻易的就答应了呢？那针对这一点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在11世纪，藏族译师叫比丘洛主，从梵文翻译到藏文的一部著作，是由印度的阿舍离叫戒护他所写的一个叫《阿含小事》的一个解说。在这里面的大意总之就是说，里面提到，过去一切的诸佛不都是有4众吗？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却拒绝，却让女性出家这么的困难呢？那么针对这一点，上师们认为，上师们就是当时就印度戒师所写的嘛，所以戒护他所写的，所以他就提到，就当时印度的一些上师们、大师们就认为说，这是为了让大施主和500释迦女和当时的女性们升起厌离之心而说的。간다 품에서야데 최주베게 땡 임바지라 고랑 문진나야레스 다 진짜 문진는 게 능게라 단동지 가르소에 럽도 중앙들이야 아니 谢谢来那不马上去刚才还不用过有人看的是呢那么或者来教我给的钱都是教我给就说佛陀都已经说女众可以证得这个透过出家修行可以证得这殊胜的4沙门果了，那为什么还要不轻易的答应呢？问题呢的这个原因就是为了让他们升起这种难得的心升起厌离之心，难得的心，就知道佛教的出家是不容易的。所以大意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这位阿舍离戒护他所写的这个注解当中这样提到。所以
就是因为这个出家的成为比丘尼的这样一个是如此的不容易，所以很难得的得到之后，就会更加的珍惜。所以呢，也因此不会轻易的放弃，也在修持上会更加的努力哦，等等。所以过去你可以看到印度的论师们就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再来依照上座部著名的一位叫相智长老，他的说法是，就是从这件事，就是让女性出家为他们传授比丘尼戒，他提到说，有人可能会认为需要有阿难的聪明论点，还有热心的一个坚持，才能改变佛陀的心意。但是，就这位相智长老说，正觉者的心意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是一直都安住在，或者说活在这个究竟实相当中的。当然性啊，就敲进的上面当比呢。另外一方面来说，同样在这个毗奈耶杂事本来呢我们会讲到第一次结集这之后会讲到，但总之在第一次结集之前，当时呢就有一段公案，就是大家是说出了阿难很多的过失，其中的一个过失就是说阿难呢，你让这个女性出家，你让女性支持让女性出家，这是一个过患，这是一个过错。所以总之这一段毗奈耶杂事里面就记载到阿难对大家是做了一个解释，他说，请你不要这么说，请你这个容忍我，宽恕我。我之所以要请求佛陀能够度女性出家成比丘尼，第一个是因为大施主她是佛陀的姨母，因为呢她的母亲摩耶夫人呢，就是生佛7日便即命终，这佛陀出生7日之后，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就往生了，所以真正是亲自受辱把这个佛陀养大的就是大施主，就是佛陀的姨母把佛陀养大的。所以首先他提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大施主他对于佛陀是有恩的，所以这里说既有深恩岂得不报？怎么可以不报呢？所以这是第一个。接着阿难又提到跟大家是他做解释嘛。第二个他说，我听闻过说有这样一个说法，过去呢诸佛菩萨都有4众就是有比丘、比丘尼等等4众。所以我觉得那释迦牟尼佛也应该要有比丘尼僧团。所以呢他就这2个原因，一个是与从这个佛陀个人角度，大施主是他的姨母，为了报恩等等，然后再来就是从整个诸佛都有4众的角度来说，所以我请求佛陀能够接受女性出家进入僧团。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这段解说是非常合理的，而佛陀当时那样做的决定呢，也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决定。而且佛陀当时也很清楚说了，任何人女性尤其提到说如果出家修行也能够得到这个4沙门果，第4沙门果的。
嘎是金牌店了，去年的钱了，这个的话是了呢，金牌店了，去年的钱的，嘎啦好了，嘎是金牌。那么，米个啥的，如果这样说，女性能够修行也能够成就，那可能就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一定要出家呢？那女性是不是在家也可以修行得到这个成就呢？但是呢，当时有一段解说就说，是你必须修行是要专一的。那你在家的时候，尤其当时女性那样的一个情况，是你是不可能有时间做这样的修持的，你会有很多的逆缘，你是修行的顺缘呢，各种条件是没有办法具备的。所以呢，真正当佛陀说女众能够得到4沙门果果位的话，所以阿难就马上请求说，那这样就请您让女众能够出家修行哦。所以出家是真正能够修行更好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在《大爱道比丘尼经》里面，在里面记载说，大施主一开始对佛陀请求的时候，他提到说，他说我听说有这么一种，我听说佛陀您说过，女众修行可以得到这个4沙门果。但藏传的说法是说，如果能够得到4沙门果的话，那么就请求让女性出家，好像有点不同，说法有点不同。所以总之呢，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够透过修持得到4沙门果位，佛陀已经说了是可以的。所以总之讲回来，所以佛陀呢没有马上允许这个女性出家，其实不是为了阻止这个女性建立这种女性建立僧团，而是就是之前提到说，第一个，借由这样子就是6次请求之后，就是这样的一种迟疑又推迟，其实在强调的就是说，有一些重要的讯息在里面，让女性们可能更珍惜这样的一个修持，同时也避免到会造成僧团的一些问题等等等等，所以因此制定了这个8敬法。那么，但里面有一段话，经典里面提到说，因为佛陀允许让女性出家，使得正法本来能够维持1000年，但后来只能维持500年。这样的说法到底在说什么？那但是，首先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其实比这个问题更大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佛陀说佛法只能住世500年，但事实上佛法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样一个问题在之前就论师们就讨论过，在许多论点当中，像是一个在阿毗达摩的这个大毗婆沙论当中就有提到。那这里投影出来的就是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的这个原文。那总之这个大意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就当时这部论在讨论的时候，这部论里面论师们在讨论的时候，佛教已经住世超过了500年，而且要进入了就是第2个500年了。所以很清楚，佛教并没有就像律典里面所说的，因为女众出家，结果就只能住世500年，所以佛教并没有消失。所以当时的论师们就对于佛陀的当时律典的说法有些质疑，所以他们讨论之后有2种解释，一个是说，所谓的正法只能住世500年，是说从没有得到解脱者的角度来说的，就是本来是1000年当中可以有解脱者，但现在是没有这样的得解脱者。第2种是从如果没有受持8敬法才会使佛教减岁500年，但因为当时就是大施主还有那些女众们，
他们有持守帕净法，所以呢，佛教得以住世超过500年。所以这段解释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真的按照律典里面佛陀这一段记载而说的话，那现在佛教早就应该没有了，就只能住世500年，甚至连这个六圣二庄严，就后面很多印度的论师也都不会出现，因为那时候也都没有佛法了。那么接着我们还是一样继续谈到就是阿难尊者和这个女性的因缘。那么前面就讲过了这个阿难如何协助这个女性啊。那么接着再一段是提到阿难如何帮助这个女性啊女众克服很多的困难，但是帮助这些女众之后，她自己也遭遇到很多的麻烦这样的一些内容。因为阿难尊者就像前面说，他帮助建立了比丘尼僧团，而且他也进一步的，他想尽全力的去协助这个比丘尼们更进一步的修持。但是呢，这也为他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就像之前有提到过一个叫偷懒难陀或者叫土罗难陀这个比丘尼他曾经这个大力的这种责难，就是去整这个大迦舍，有很多的公案。那么今天呢，会再提到另外2个故事，其中一个是有一天又是这个大迦舍，他去托钵乞食了，也是穿了法衣啊，拿着这个钵啊等等就去托钵了，也是到了这个舍卫城，然后去乞食。同样这时候这个比丘尼又出现，土罗尼，他也出现了。他远远就看到这个大迦舍又来托钵了。然后这时候呢，大迦舍呢刚好经过了一个这个叫可以说臭水沟吧，那里面都是很多污秽的粪便，大家这个粪便的地方所以这时候土罗尼就说：“这个愚人呐，笨人呐，我可要整整他。”所以他就赶快跑到了大迦舍的旁边。当他经过那个臭水沟的时候，他呢，这个土罗尼呢，就拿了一大块的这个砖头，还是一大块石头吧。总之呢，用力的往那个臭水里面一丢。那这时候这整个那个水就溅起来，脏水就溅起来之后，它溅到了大迦舍全身。那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大概这个气到半死。但当然大迦舍嘛，就是尊者，他一点也没有生气，他还是非常的这个柔和的说，他说：“哎呀，这个土罗尼呀，就是你呢没有任何的过错啊。汝无愆犯，就是你没有过错，错的都是那个阿难啊，他让你们出家，哎，错的都是他。”所以就因为这个土罗尼这样的一个作为，佛陀又制了一个戒了。他制的戒就是说，比丘尼呢不能够用这种污秽的水去弄脏比丘的衣服。白话来讲就是这样一个戒。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还有一次呢，也是在《毗奈耶杂事》里面记载，又是大迦舍，他也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去托钵、着衣持钵入城乞食，又被这个土罗尼看到，又跑到他旁边，赶快跑过去，就正面的面对他，就跟他说：“你这个极度愚蠢的这个笨蛋。”然后就吐了他一口口水。
这大家社也真的是修为很好，他也没怎么生气，又说一样，哎呀，这个陀罗尼啊，你没过错，都是那个阿难的错。总之这件事情又被其他的比丘听到了，然后又去跟佛这个说，佛陀就又制了一个戒。这个陀罗尼啊，这个真是不好，这也不是一个沙门该有的行为，甚至连这个这种叫做淫女哦都不会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就连这种淫女都不会对比丘做出这样子的恶言恶行，所以又做了一个这个制了一个戒。所以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陀罗尼为什么那时候那么不喜欢大迦叶，但总之这里要看的就是说，要说的重点就是说，全部的问题全部都算在了这个阿难的头上，就是因为阿难呢，他请求让女众出家啊出家。所以呢，因此就是阿难自己也很惨，这是他遭遇到的第一个麻烦。第二个呢，阿难遭遇到的第二个麻烦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跟这个著名的摩登伽女的故事。因为这个阿难尊者啊，他的长相非常的庄严，个性也是非常的柔和，所以很多人都很爱戴他，所以很多女性啊也对他是有这种升起这种叫爱欲之心的。所以例如呢，有一位叫这个旃荼罗女哦，就是摩登伽女的一个故事。那这时候那次就是说，这个摩登伽女到外面提水，刚好就遇到了阿难去托钵，然后就向他这个化缘跟讨水。那本来是不能够跟这种旃荼罗，就是连贱民都算不上这种旃荼罗女，跟通常当时印度习俗是不会跟他们乞讨的，但因为是僧众嘛，所以阿难也去跟他乞讨了。那摩登伽女一看到他，哇，这个阿难这么的庄严，他的面容、他的体态，听到他的声音这么的温柔，就升起了这个染欲之心了。他就说：“我一定要嫁给他。”那这个摩登伽女，她的母亲呢是会这个咒术的。他就想要说，希望他母亲能够帮他下咒，去蛊惑这个阿难，娶她为妻。所以他就回家就赶快跟他的母亲说了。但母亲听了就说，如果阿难呢，如果还有贪欲之心的话，我就可以迷惑他。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哦。但是因为圣光王就是当时的波斯匿王是很信仰佛陀的哦，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整个这个种姓就是旃荼罗这个种姓啊，大概就会被消灭的。但女儿反正也不听了，她反正就是如果你不把阿难给我诱惑过来，我就自杀。但母亲也熬不过这个女儿吧，没办法，所以就在家里开始设坛，然后开始放咒。那这个阿难呢，总之就被下了咒了，所以就被迷惑了，就走出了这个精舍，然后呢就往这个旃荼罗家，就往这个摩登伽女家走过去了。那这时候摩登伽女远远就看到阿难走过来，就非常的高兴。然后阿难呢，就真的就迷迷糊糊就走到了旃荼罗家了门口。他控制不了自己，他不想走，但
因为被咒术控制了，所以总之他就一边走还一边哭吧，他就哭着说，怎么这么危急的时候，佛陀怎么不知道没有来救我呢？但其实当时佛陀马上就知道了，结果这个佛陀也就以这个咒语念了一个咒语，就降服了这个旃荼卢的咒术。那当这个咒力一消失，这个阿难马上就这个逃回这个精舍去了。所以总之呢，这个没有得逞哦。但之后这摩登伽女不死心，反正呢，接着就是这个叫死缠烂缠。这阿难走到哪里，他就跟着，他也不说话，反正就是跟在后面。他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他到哪里，回山都。就回到精舍的话呢，他也就在那个精舍的门口在那等着。从某一方面来看，也觉得他也真是蛮可怜的。或者阿难随处不是要去托钵吗？然后呢，摩登伽女也反正就在附近，就在那边看着，就在等着，反正就是一路就跟着。但是最后阿难实在非常的痛苦，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很不好意思，也觉得这样子被别人看了也实在是不太对，反正也很痛苦，所以他就跑去跟佛陀说，这个摩登伽女这样意思跟着我到哪里他都跟着，拜托佛陀可不可以请你救救我，该怎么办？佛陀就说：“这个你别怕，你别怕。”接着佛陀就把摩登伽女也叫来了。佛陀就说：“哦，摩登伽女，你是不是很喜欢阿难？我听说你很喜欢他。那你想要跟阿难结成这个夫妻是吗？”这摩登伽女一听，他说：“是啊。”那佛陀就说：“那你父母答应吗？”摩登伽女说：“那会的，我马上回去，我就跟我的父母亲说。”所以他就回去，然后得到父母亲的同意之后，他父母亲也就反正就跟女儿就一起来见佛陀，就跟佛陀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女儿这个许配给阿难。”那这时候佛陀也听完他父母亲说了，就说没事，父母这个你们先回去。然后剩摩登伽女一个人在的时候，就对摩登伽女说：“如果呢，你真的这么喜欢，你需要阿难的话，那么他怎么做，你也要怎么做。那阿难没有头发，那你也要剃头。那阿难是穿着僧服，他出家，你也要穿僧服，你也要出家的，你都要跟他一样。”所以摩登伽女也就答应了，那他也就这个落发出家了。那么在摩登伽女经当中怎么说呢？之后在那个中文的佛登伽女经。佛陀还问说：“这个摩登伽女，你到底喜欢阿难什么？”这在藏文里面是没有，但中文里面这个摩登伽女经里面有提到，就说什么都喜欢，然后喜欢他阿难的眼睛，我喜欢阿难的耳朵，等等都喜欢。然后当时佛陀的回答是说：如果喜欢他的眼睛，眼睛里面有眼屎；喜欢他的耳朵，耳朵里面有耳屎，等等等等，就是佛陀反正就回应这个。借由摩登伽女的这话呢，去为他开示，让他了解到无常、不净等等。结果，总之呢，佛陀的开示之后，因为佛陀的开示，这个摩登伽女呢就证得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所以接着呢，他证得了果位之后，佛陀就说：“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再去找阿难了。”但当然，这时候摩登伽女已经证悟了嘛，那他
当然就很不好意思了，那他也就忏悔。所以总之呢，摩登前女她出家，然后后来也证得阿罗汉的果位。这里的旃荼罗，是一种种姓哦，可是最低贱的一种种姓，甚至算不上这个种姓里面的最低贱的一种种姓。所以当时在舍卫城当中的，反正摩登前女她出家了，这样一个旃荼罗女出家，所以被舍卫城中的这些婆罗门啊，这些大富长者，就施主们知道之后，就觉得说这个非常的生气，而且他们大力的批评，觉得怎么可以这么污秽的、这么低贱的一个旃荼罗女，怎么可以让他们在僧团当中出家？怎么可以让他们怎么可以让他和这种比丘在一起修行？那这样以后我们还怎么能够对这个僧团升起恭敬之心呢？所以总之他们非常的生气。后来呢，这件事情也被这个圣光王，就是波斯匿王知道了，听到了。他越听，他心中也有些不安。因为这样一个旃荼罗女怎么让她也出家了？所以他也开始有些不安，所以他就带着舍卫城中的这些婆罗门啊、长者们啊，也就可以说去跟佛陀有些抗议吧。那这时候大家都在嘛，那个圣光王啊，还有这些婆罗门啊、长者们，这时候佛陀呢也知道他们心中在想的是什么，他呢就把这个摩登前女叫过来，就在这个国王还有所有人的面前，他就说出了这个摩登前女过去生的一些因缘。原来呢，她过去生呢，摩登前女，她可不是一个这个旃荼罗的种姓，她可是一个贵族。而阿难呢，在过去生当中可不是现在这样一个世家族，他过去可是低贱的贱民。而在过去生当中呢，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贪爱，所以导致今生呢，这个摩登前女会对于阿难这么的贪爱有这样一段因缘。所以佛陀因为这样清楚的这样说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的欢喜，后来就也不再有任何的争论。不然的话，你可以想象，这个可是一件大事连国王都出马了，然后所有的当时可以想象那种有权有力的人士、婆罗门长者都来找佛陀抗议了。总之呢，当时不只是像摩登前女这样的在家的女性是喜欢阿难，就连比丘尼里面呢也有喜欢他的。例如在这个《杂阿含经》当中呢，就有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当时是在舍卫国这个祇树给孤独园阿难在那边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位不知名的比丘他生了病。他就派人传话去请这个阿难来探病，但事实上是什么呢？其实是这个比丘尼呢，他喜欢阿难，所以他是想要去这个诱惑他。所以首先呢，他经典律典在阿含经里面记载，这个比丘尼他甚至没有穿衣服，想要诱惑。但阿难尊者呢，还是非常的这个泰然自若，然后他并没有证悟这个阿罗汉果，他还是有贪欲的烦恼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阿难当时他是非常泰然自若的，他保持了正念正知，然后为他开示，也让这个比丘尼最后是忏悔的。
所以上面这一段就是阿难他遭遇到的一些困难。最后一段呢是，他也协助皇宫呢恢复平静哦。阿难的一个特质哦，就是曾经呢也是一个事情，就是摩揭陀国的这个总之有一位国王叫波斯匿王，跟他的后妃们这个有关的一个故事哦。那么这些王妃呢，他们也都想要学习佛法，但是因为身为这个国王的这个后妃嘛，所以他们就像是被关在笼中的这个鸟是一样，他们没有办法离开皇宫去寺院听法，所以他们就请求这个波斯匿王说，能不能够跟佛陀说，派遣一个比丘来这个宫中为他们说法。国王也同意了，就问他的后妃们说：“你们喜欢哪一位比丘？”那后妃们就讨论之后，他们就说请求那个佛法的司库就是阿难尊者。那当然一部分来说他是佛法的宝藏嘛，司库是这个宝藏管理者，司库是阿难。那搞不好他们的确阿难很庄严嘛，所以他们很喜欢他。反正呢，国王就去跟这个佛陀呢提出这样的请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阿难就会定期的到皇宫中去教导这些后妃们佛法。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国王的皇冠上，他有一颗这个珠宝被偷走了。那这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啊，就开始去把可以说皇宫翻了一番吧，但是都没找到。那后妃们呢，他们也感到非常的烦心哦。那所以也没有办法像之前那么专心的听法。所以这个阿难呢，他就发现了怎么他们都没有办法很专心听法，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回事？是不是宫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呢，他们也就说了这个珠宝被偷的事情。那阿难也是很慈悲嘛，所以他就去找了国王，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就说，他建议这个国王就是把所有的嫌疑者全部召集过来，也给他们一个机会能够悄悄的把这个珠宝还回来。这他也很慈悲也没有想要去这个惩罚治罪他们。所以他是怎么做呢？所以首先阿难就请人呢，在这个宫中的应该是庭院里面吧，就搭了一个棚子，在棚子里面呢，就放了一大壶水，就有一个壶，这个壶里面就放满了水大概是这样。然后就让每个人呢单独的走进去那个棚里，所以每一次那个棚里就一个人，所以别人是不知道的，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事的。所以呢，最后总之那个小偷就真的偷了那个皇冠上的珠宝。那个小偷呢，他呢也走到帐篷里了，他呢就悄悄的就把那个珠宝就丢到了这个湖中了。他大概也有点后悔，就觉得说不应该偷，所以就想说趁着这个机会就还回去，所以他就丢到了这个湖中。所以总之，因为阿难的这样的一个善巧方便吧，这个国王他取回了这样一个珍宝。那当然没有人知道小偷是谁，因为那么多人来进到棚子里，所以同样小偷呢也免受到这个惩罚。再来宫中呢
也恢复了之前的这种平静。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啊，那经典里面记载说，阿难变得更加的出名，他更有声望。同时呢，大家对于比丘这个僧团呢，也更加的尊敬啊，比丘僧团的声望也更提高了。所以我想今天大概讲阿难就讲到这里了。生意的公司应该的话，他能年的送的那各都谈别过嘛，需要那。么在下一堂课，也就是后天，我想应该就能够进入到第1节集的内容。那今天就讲到这里。